乜水晶都可以做到結界嘅咩？大家知唔知啊？其實水晶咧唔單止咧可以戴喺我哋身上，仲可以喺屋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水晶結界添。如果最近你成日覺得咧個人好攰啊，周身唔聚財，屋企氣場唔係幾舒服咧，又或者成日心神不寧咧，不妨試下呢個方法。首先用4支白水晶柱，又或者4支黑曜石柱分別放喺屋企嘅唔同嘅房間啦、廳啦4個角落頭，之後再拎一支比較大少少嘅白水晶柱去做開啟，企喺屋企中間，用水晶柱喺空中畫出一個5角嘅星形，然後再順時針慢慢轉3個圈，同時喺心入邊要觀想成間屋俾一道白色光芒包圍住咗，並默念我只容許愛、健康、平安同正面嘅能量進入呢間屋企嘅空間，一切負面能量即時離開。當你嘅意念越集中，結界嘅能量就越穩定。最後記住水晶要定時消磁淨化，咁先至可以令呢個水晶結界持續保持最佳嘅狀態。做完之後，你不妨感受一下成間屋嘅氣場，可能你會覺得，真係好大嘅分別。水晶睇我 Peter Sir 啦，唔會帶到烏 Sir。